持，只要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身为台北市长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事实上，柯文哲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就提出了所谓两岸一家亲以及4个互相的观念，而在随后又再度提出第5个互相，也就是互相谅解，而达到了5个互相。柯文哲在今天的致辞中呢，其实除了两岸一家亲之外，也重提这5个互相的概念。由于正逢2020总统大选前夕，许多人都非常关注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次的一个主论坛致辞，柯文哲对他的两岸论述有更多的解释。不过，也许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政治效应，柯文哲的最后个概念是没有拖出他的致辞稿内容。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将时间交还给妹。多谢小强，带咱了解为上海团登来上新的画面。其他的社会消息继续要来关心，不输几日的换衫经啊，到健康摄影机偷去model换衫。这个嫌疑犯是一个电信公司的员工，普通时都爱翕相。这届招衫的 model 伫咧女侠 cosplay， 结果伫咧换衫经啊，偷到健康摄影机，查某 model 发觉衫架啊有体布落去，健康落出来，惊甲赶紧报警察。这个姓吴的嫌疑犯到案了后，警察嘛你的电脑卡片，发觉其他查某 model 的影像，上少有6个被害者该依法上班。穿底会model用走的饼甲电梯，想要甲偷翕的小弟哥抓起来，原来伊甲摄影师约好要翕相，结果煞发现对方咧甲伊偷翕，互伊真惊吓。摄影师足干巧的，看到家己互人撞到，记忆较傻咧，就想要走。时间转去到3点钟进前，会当看到这个查甫人穿乌衫、挂目镜，手会拖一卡行李，就是伊互人指控偷翕。迄当阵3个 model 拢想讲，敢若是真单纯的翕相尔，想袂到家己会互人偷翕。顶礼拜六姓吴的摄影师，佮专工提早20分钟，先到台北市网街这间旅馆，可能就是为着要先安健康摄影机，结果意外互 model 发现3间的大玻璃器健康摄影机走出来，偷翕当场互人抓到。摄影师佫唔承认，家己一卡抢去，就想要人讲，蛮慌张的吧？对啊，看起来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表情。里面的女生有拿个衣架出来。然后说，这是不是我们旅店提供的衣架？但是因为那确实不是我们自治会提供的衣架。嫌犯知影家己走袂去，落尾就穿底先去会室咧。开头承认拢是家己做的，落尾煞开始咧辩解，佮讲这件代志若是公开，会无法度面对朋友，佮用可乐价讲爸爸身体无好。伊若是知影会无法度接受，警方即马已经传伊到案说明啊，发现记忆卡内底毋但有3个 model 的影像，佮有未成年的被害人，上少有6个人互偷翕。根据了解，姓吴的查甫人普通时伫电信公司上班，为大学开始就真爱约人翕相，即个涉嫌偷翕，家己毋但违反离校法甲妨害秘密罪，对被害人的心理可能嘛造成无好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可能对心理有无好的影响，这是云林县南来乡一间私立国中有学生囡仔逼消息，讲互学生宿舍管理人员修理叠甲金死死。学生囡仔讲，涉任的管理人员本身就是体育教练，罚学生的方式就是举讲脚拉球的球锤来讲学生囡仔尻川皮，就学生囡仔一概互伊讲7个误请兼硬化。校校出面驳回，讲确实是有拍学生的问题。这个调监视器了解代志经过，有学生搁再贴价。讲拍学生的代志已经几多年，唔是头一回。伫云林南内，这间私立的国中，互带学校的这个学生别行讲，伫学校内有一个兼任的体育教练，细年要下岗，伊无适当的体罚，拍人的器具竟然是这款敲棍啊球的球棍啊。大家会在这样趴着嘛，然后就用头发棍啊，或者是曲棍球棍啊，或者是手法之类的，这样打屁股的。这个拍人的姓林的教练就是伊，伊伫学校服务2年外，学生别行讲，姓林的下岗，伊拍人完全看家己的心情。暗时咧训的时阵，若是这个宿舍内底整理了无好势，也是讲有囡仔咧耍，或者是集合的时阵迟到，拢会举这个敲棍啊球的球棍来讲人，特别拢是拍尻川皮，也是这个骹后肚。另外一个学生讲，这2年来伊毋知好拍过几遍啊，拢算袂清。上济一遍是拍7下，伊的尻川皮互人拍到乌青大美，疼甲连椅仔都无法度坐，只好倒伫个面床顶悬，嘛简单会当拍咧困。若这个体罚的文化，伫学校内已经是有真侪年啊，会使讲是公开的秘密。然后校规在走的，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哪？接到非常多的家长来电或者私底下，告诫我们说，管理方式太松散，要求学校在宿舍管理部分是不是可以严格一点？姓林的下岗，伊无想要讲伤济，强调讲一切拢是照规定来的。
学校嘛出面证实讲，这个姓林的舍监有无适当的体罚，经过家长的反映，状况已经有改善真济。处罚的方式嘛改做这个罚徛、罚抄写课文，甲走这个运动场。校方嘛强调讲，会过来调宿舍的监视器，甲代志背回好清楚。若是这个舍监伊个有无适当的体罚，就会来甲私透露。记者综合报道。昨夜还有一件消息，大家拢真关心，这是中职南美国桃园队今年顶半年表现甲真点阵，小联赛摕到5座季冠军。结果昨昏传讲球队要卖人的消息，昨昏球队总经理刘介廷召开记者会，讲头一摆宣布要卖人的消息，即马也未找到买主，要卖球队，伊讲高不离三种，因为经营球队开钱开甲真伤重，已经超过一个中小企业会当负担。为了要让球队久久长长，希望更较有实力的企业来接手。今天在此正式宣布，正式启动南美国桃园队的转卖的相关的程序。中职南美国桃园队的总经理宣布球队要卖消息。3号敢若是甲要卖消息放出来，也未找到要买的人。总经理讲，经营球队对中小企业来讲，真正是真无简单。但你公司拢爱互球队1亿的资金，16年来拢总共16亿落去。早期没有主场，到现在大家都有主场，甚至二军也有训练基地。与其看着自己的竞争力逐渐的流逝，那倒不如就是说让真正有能力、有新的企业来接手经营。为球迷变做球队的经营者，2003年用1.5亿，甲迄当阵的第一金光队买落来，改名改做人柳行。迄当阵甲高雄丁清湖野球场当作主场，2006年就摕到队史的头一个总冠军，成绩嘛愈来愈好。不过嘛有经历过拍假球的事件，互主场的观众一声就减真济。落尾2011年佮改名叫做南美国桃园队，甲主场刷去桃园野球场。最近的成绩嘛足好的，小联赛摕5个季冠军。今马球队要卖，敢若要求主场爱共款伫咧桃园。球员、教练的这个一切的权益，并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到底什么人会来买？团讲可能会接手的企业，包括有新光金集团，佮有冠德建设，因为因长期一直拢有赞助。不过新光金讲，因目前敢若是合作的关系尔。桃园队的总经理讲，若是无找到适合的人，因也是会继续去经营，维护这个球队总无去。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食好斗相报，做人唔通小贪软家人。新竹一个姓陈查甫人租一个停车位，甲停车位专用的感应卡copy予亲情50好朋友，招大家做伙来停车。去年5月，其中一个查甫人因为摕copy的感应卡要停车的时被得过，含停车的管理人员日咧543，这件代志才曝空。姓陈查甫人互法院依照伪造文书罪判刑2个月，另外挨罚5万块。请稍后。请取出票卡。开关甲启落，闸门一个开，收费就开始啊。若是有这张车位专用的这个感应卡，安就更较方便。只要有纳这个月租费，来来去去在里停的，新竹都有一个民众，伊结分张，伊甲这个感应票卡甲摕去 copy 复制，佮送予其他的客户，有车位大家通来停。尾也互人掠包，上尾佮有法院判刑2个月，还佮罚款5万块交予国库。感应票卡从头摕去 copy 的，就是这间停车场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伊开1个月3000块来租这个车位，想袂到伊煞想歪车去，甲这个感应票卡复制3份，交互无共客户甲亲戚朋友来用。伫去年的5月，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就摕这张伪造的卡，不过煞录袂过，尾也甲这个停车的管理人员来去冲突，代志才安尼曝空。因为持卡中有电池记录。在法律上性质等同文书，又被告承认犯罪，判处有期徒刑2月，缓刑3年。查甫表示讲家己有租车位，不过真罕咧停，所以才会去 copy 几啊张来互亲戚朋友使用。不过伊嘛承认讲家己的唔对，互法院判讲伪造准文书罪，判刑2个月，缓刑3年，要搁爱缴这个5万块互国库。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赶紧继续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今仔日参加双城论坛开幕会，会后接受媒体访问，伊嘛讲到会谈，有讲到这个希望中国大陆的人会当较照顾咱台湾人，咱做伙来听郭文德上新的讲法。当然，最重要是北台湾跟长三角的经贸合作嘛。
那我知道大陆这边有一个叫长三角办公室，我还特别跟应市长说哈，等到你们现在只在筹备阶段，等到真的设好以后哈，我们还再来看看，因为目前整个世界上的竞争哦，城市要达到1000万人口才有竞争力，所以单到我们台北市270万人口，它产生的在世界城市的竞争力还是不够，所以变成要一种区域治理的概念，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将来北台湾如果这种区域治理的哈。那当然是这样的，大陆方面既然他们长三角办公室已经设立了，在筹备哈，我们到时候也会来看一看，学习一下，这是最重要。另外一点是，目前长三角占整个中国大陆 GDP 20%的，大概他开玩笑说哈，上海市占全中国的土地不到1/1000，可是缴的税是1/10，所以表示说经贸实力相当强劲，你知道哈。不可讳言的，这个地方还是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前进的地方了哈，不管是 R&D， 它 R&D 也占全中国的1/3，所以它是一个对台湾来讲，在经贸学习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对象。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回去会再做一个检讨，看看我们需要哪些要学习的，我会列清单的，然后再派团来，到时候请上海台办再帮忙协调。谢谢开始了。好，接下来讨论苏小姐。我觉得太小声听。讲到这个讲，想请问一下，刚刚跟董事长都有提到所谓的2岸1家亲的概念。那其实刚刚有台商协会会长表示说，他虽然认同2岸1家亲，但他可能更支持，比如说海卢市长所谓的坚持9二共识。您刚刚这些内容有提到，在既有政治协议跟政治基础下，请问您所谓的既有政治协议跟基础，也是指9二共识吗？或者您认为2岸1家亲更适合各自争议？在所谓。因为这样的哈，作为文明国家，你知道哈，签的协约还是算嘛。所以我们在尊重过去互动的历史嘛，它这个更重要是有签订的合约，你知道哈，这还是不能因为政党轮替而去做变更嘛哈，这还是文明国家该有的现象。所以这个只是表明说我们还是一个会守法，大概是这个意思，并没有涉及到其他什么政治表态，没有啊。市长想请问一下，因为刚才的致辞里面是重新提到的2岸1家亲，那请问一下，就是对你来讲，2岸1家亲是不是就是你的底线？那你看起来你的致辞是打了安全牌，是不是也担心引发在台湾绿营的反弹？2岸1家亲是一种态度的表示，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两边同文同种嘛，哈，可以和在没有争议的项目，你知道，而且我在出发之前就讲得很清楚了嘛。目前整个经贸上的往来实在是太密切了，因为你看看我们这一次来，你知道，我们要拜访，特别到明天，你知道，我们拜访台资的企业哦，台资连这一栋旅馆都是台资办的旅馆，你知道吗？哦，还有台湾人台商的学校哦，还有甚至我们还有台湾人在大陆盖庙，你知道吗？所以想想看哦，我们有200万的台湾人在大陆生活，单上海地区就70万，你知道吗？当然也有38万的陆配在台湾啊，所以这也是跟大陆表明，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在大陆，你好好照顾哦，你那个陆配在台湾哦，或者到台湾旅游的1年几百万人次，我们也是一样会善待他们，所以是说一种最起码是保障双边人民的福利嘛，这种一种很基本的态度了。所以我觉得2岸1家亲的态度就是说，我会善待你的人民，但是我也希望你善待我们台湾人，就这样，就表示这种。我想是这样的，台湾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还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也不用想太多。你知道，像这一次邀请的成员里面，有一名是韩国瑜市长的大陆小组的成员，那大家会认为说，是不是在2岸议题上面，您跟韩市长有较劲的意愿？你是指哪一个？吴佳怡，厦门的台商会长。台商是这样的，哪里有钱赚他就去哪里嘛。所以他在厦门做生意，他一定说，上海有没有生意可以做，所以就跑来了。这很简单的，这没闹什么。对商人来讲，哪里可以赚钱他就去哪里，这蛮自然的。那因为刚刚他说他比较认同9二共识胜过2岸1家亲。那是他认同，不过他更认同赚钱。好。
好，拄则咱听到的是瓜文德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一个今年23岁宜兰的少年家啊，叫做肖仁明，用歌戏戏台型的技能歌，伫咧今年度泰国极限多姿赛挑战的比赛，摕到银牌奖。肖仁明伊讲，刷来希望功夫会当愈来愈进步，做更较侪咱台湾传统文化主题作品，会当推杀到规世界，互大家知影讲咱台湾传统文化迷人的所在。这几天天气无稳定，中南部上大雨，家己无张持看到特别的景致，规个大雨云变做一条线，甲半空中切做两半，亲像小星看小大，民众目睭金金看，看天顶的画面有变化。天顶的云规片看看看过来，特别是那咧关车顶的天窗同款，云一个过雨就刷下来。3号早起，中央气象局针对中南部地区发超大雨直播出来，伫家己的天顶就出现一线天的景致，天因为乌云来变做一边乌一边白，就亲像两个世界同款。民众看到真好闲，赶紧摕手机出来翕。其实这种云叫做滩云，普通拢是真强的对流造成向下骹冲的气流，伫附近较湿较少的空气风赶去你天顶，就会出现这种天气现象，刷落来就会透风落雨。因为这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台湾各地的天气都不是很稳定。有看到这个滩云的一个状况通常它都会伴随着强风跟暴雨，所以民众要尽量出门也要小心。受到低气压甲南风的影响，天气同款会真无稳定。中南部雨淡水低，不过嘛意外，互人看到真罕见的一线天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罕咧看，台北捷运萨画图列车顶面有足得人听的马子鸟的图，一直到10月底进前，拢会当伫咧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车厢有得看。另外，台铁嘛对时行做全新的 Hello Kitty 环岛列车，车内有酒吧、卡拉 OK 室，拢是 Kitty 鸟的图，互囡仔看甲足安达。彩绘火车一个入站，囡仔目睭看甲唔甘呢。看顶悬这的 Hello Kitty 这个古水鸟啊，其他的放假人物，这种古水的形体是水甲袂讲起。台铁新推出的彩绘环岛列车，不但内外换新装，就连里头的多功能车厢也布满超 Q 卡通图案。卡拉 OK 的车厢、八台车厢、观光列车换这个青笑的造型，民众的接受度是安怎的？我喜欢车长的 Hello Kitty， 感觉很帅气。我觉得它外观也挺漂亮的，我觉得应该是小朋友坐，肯定是带小朋友比较是合适吧。对对对。那代替台北捷运，佫杀出这个马子鸟的彩绘列车，这声双鸟来相拼，看啥人较出叫。代替环岛之星 Hello Kitty 彩绘列车，对7月初4开始要来运行3年，要来经过台湾环岛指定的车站。那台北捷运2019年的热天暗暝星空号。限定的时间是伫7月初1到10月31，拢会当来坐。另外，伫这个捷运淡水信义线，嘛有机会通坐到。不过，代替是用套装的行程，伊的票价差不多是2990块到15500块。那台北捷运这个彩绘列车，伊的票价甲一般的车厢是拢同款。透过每一年的旅游年都在不断的来加强。那人数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产值跟深度旅游的这些体验。为着要迎接这个暑假的旺季，代替台北捷运同款用这个响目的列车车厢，要来抢攻国内的旅游商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外国，看到乌克兰车路比核灾已经33吨。过去苏联政府伫咧损害4号反应炉外口做一个照管，即马搁再做全世界上界大的钢铁网，要来预防辐射泄漏的情形。私が今立っていますこの場所からおよそ60メートル先に爆発した原子炉があります。1986年4月26号，车路比核电厂4号反应炉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了后，当年的苏联政府动员9万人，伫短短209天内就起一个大型的照管，把事故的反应炉包起来。不过时间一个久，照管出现不顺，所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就去赞助，打造一个人类史上上大会当刷叮当的金属防护带。This was a very long project.
We have started here in 1998. The contract for the new safe confinement was placed in 2007, so this is already 12 years ago. 这个真大的防护塔由法国设计，交予意大利来做，有3.6万吨重，长度车有2个脚球场这么长，宽度超过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会当抵挡3级的加利亚风甲规模6个地震，啊，上主要的功能就是避免辐射泄漏。On the 25th of April this year, just nearly 33 years after the accident, the facility passed its final major 72-hour test. And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there will be the formal issuance of the taking over certificate, which will mark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接落来，这个防护塔内部的安全作业会交予乌克兰政府接手。不过，因为爱去应付亲罗西亚的武装人员发动战争，所以政府的财政嘛足暗的。未来防护塔内部要进行废炉的工课，恐惊会拄到真侪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人咧讲食着药，青草一条，啊若食唔着药，就爱林松一招。这个路边也阁有山顶的这个草叶啊，若是乌白板，无去食着补，先去食着苦。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跋山倒树而来，盖一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什么想吃天鹅肉？念念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啊，那就是龙虾王啊。对，答案。答案是什么？啊，癞蛤蟆。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叔叔，所以你希望我结婚之后就不要回来多尿服务，生小孩照顾小孩啊，他们叔叔就可以抱孙子啊。主角是一位傻瓜糊涂女神探，我们真金社就是在黑暗中保护所有女性的英雄。好像真的有英雄耶！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我杀死你！你这样把待遇吗？啊！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办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的这字就是骨。骨的意思是讲身躯屈落来，像讲骨着。另外嘛，勉强带一个所在，食头路做事的意思，像讲懵大，咱就会当讲懵骨。咱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骨落去，代表身躯小可压落；第2个词骨伫遐，代表骨咧一个所在。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人咧讲严家失代，灰不如鸟。夜光逼足，情不如蛇。伊明明就真有才情，因为无惊温，暂时孤伫遐做事。逐工看伊安尼孤落去整理这个货，伊嘛真苦，当作真补。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句，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人咧讲食苦当作食补，嘛有人是食补当作伫咧食苦，这就是路边的野草乌白板，要注意有可能会食到问题。有袂少人介意食这天然的草药啊来养生，也是讲改善病情。不过这就要注意哦，因为进前啊有一个63岁查甫人，伊听信这个偏方，想讲要来食可能的药啊来改善闭结，想袂到才食20-30药了后，就出现头晕目暗、双手无力，阁有目眩冻垂这个症状，去互医生看，确定是这个食物中毒，就要搁带院来治疗。神经的症状其实它可能会有这个麻木，或者是四肢无力哦。那当然最严重，它可能会有造成这个呼吸的抑制。那另外它也可能会产生肝毒性。其实我们以前收治的案例，也有人这个肝功能就是会飙到好几百。医生表示讲，民众若乱食这个野草，也是讲这个野果，安尼就会常常去发生中毒的事件。亲像这个可能，伊就有心经毒，伊会互人规分数无力、呼吸困难。嘛有人去误食到这个美洲松露，因为伊的根甲这个松仔根差不多。唔知民众阁想讲伊家己捡到宝啊，不过一个甲食落，吐阁老，规分数拍色，较接看到还阁有台湾马松，这嘛常常互人误认做这个酸水，也就是娘仔树。若误食了后，会去造成规分数麻痹，甚至究竟混迷。还阁有这款乌奶奶啊，嘛有人讲是乌龟仔菜，有人误信讲伊有降血压的功能，不过伊内底有加龙葵根，食了后下面吐阁冰白，较严重的会规个唔知人去。植物或动物的 APP 辨识系统，它还是有不精准的地方，那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做最后的判断。除了唔通这个误信偏方，
嘛唔通是讲伫外口看到的食物含这个毒片甲比指一个，就是讲家己就分得清楚。食药署提醒讲，路边的野草，也是这个唔捌的树籽，千万都唔通安尼凊彩食，唔通想讲见青就是药，安尼才袂中毒。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大陆福建办一场比武擂台，点迄个师傅和木姓区的师傅来对决，结果这个点迄师吞剑放假起手落叉，两个都甲对方砍扰，真侪人外行对人马，啊那内行看布袋，认为讲这是咧搬戏。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什么想吃天鹅肉？练练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啊，那就是龙虾王啊。对，答案。答案是什么？癞蛤蟆。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叔叔，所以你希望我结婚之后就不要回来多尿服务，生小孩照顾小孩啊，他们随时就可以抱孙子啊。主角是一位傻瓜糊涂女神探，我们侦缉社就是在黑暗中保护所有女性的英雄。好像真的有英雄耶！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我杀了你！你居然把我带了！犯罪谁呢？后续谁呢？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小连续两条新闻拢是要看人顶工区，先来看到这是开塑胶管啊挂，唔那是当用手用卡嘛无问题。最近外国的媒体也有网络事件伫咧传这个开管啊挂的挑战，就是用卡来踢开的方式来掰开管啊挂，或者个管啊挂会当规个断开。和英国大名车吉森斯塔森伊嘛来挑战来电风神特别显目，这个活动即马愈来愈事件。英国的大名车杰森斯塔森来点功夫，一个挺卡扫，就甲这个管啊挂甲开开。伊这个功夫有够水开，不过伊唔是咧拍电影，是咧响应这个网络上红的开管啊挂的挑战。这波开管啊挂的挑战这流行，听讲是这个加拿大真介意武术的实景设计师爱落去算大成来发起的。尾啊，这个羽量级的小拍家冠军要4拍落来接受挑战。With a slow motion kick, demonstrating the technique. 开管啊挂挑战的大人是一个比一个较厉害，啊那囡仔嘛来挑战，同款无问题。Objective is to untwist the cap with the kick without knocking it over. 伫网络顶悬宣传这个开管啊挂挑战的成功影片，当然嘛有失败的笑亏镜头。开管啊挂挑战有名人来这个加持，和这个流行是安尼愈来愈事行。不过高手嘛提醒讲，一般的网友若想要甲试看卖，就唔通选用这个玻璃杆啊。若无挑战失败，就安尼规个玻璃碎片喷甲满世界，安尼就真危险咯。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武侠小说大家看到描写武林高手有这个点血的功夫，到底是真也是假？一人讲一样，无人讲亲像。大陆福建就办一场比武擂台比赛，和这个点血的师傅和木姓区的师傅来对决。结果这个点血的师傅啊，吞剑放假起手落叉，刚刚两回合就甲对方砍扰，嘛引起到大陆的武术界大家伫咧会，真侪人是外行对人马，啊那内行看布袋。特别内行人，也有一寡网友拢认为讲，这场比赛是伫咧搬戏，人讲搬戏空，看戏戆。穿蓝色的衫是外号叫做点血大师的霍恩山，也对手是散打王谢伟华，高手要比输赢，伫中国的武术界引起注意。哇，捡到了，捡到了！拍到第2回合，霍恩山挖过去一招伏架点血，谢伟华就随倒落去，含卡就卡不起来。捡到血了，现场来看一下来。大家过去甲伊插起来，不过散打王也是无法度叮当，看起来就亲像武侠小说内底互点着迄共款。不过武术专家看到画面了后讲，拍甲真假，搬甲真好。表演的那个说这个，我们一看这个实在不实在。它一种叫点穴，一种叫打穴。他那个戴的拳套更多的是属于打穴的。散打王红拍到第一涂骹，裁判宣布点血大师霍恩山赢。这段影片伫中国的网络顶会引起讨论，和外行的网友看过了后，嘛认为是咧搬戏。
打假打出来了，这个就是假的，100%。铁三大王这个号肯定都是假的。中国有真侪假的物件，想袂到和专业的武术比赛嘛是假的。中国的媒体调查发现，比赛就是福演三班的，这个福师傅一直拢唔出面讲清楚，看起来真相是啥，大家心内应该拢已经有答案啊。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来看到这个古水的画面，这是乌克兰6月已经超过139年来上介热月份的记录。那是动物园爱靠真侪动物来这边较相亲，民众嘛是带因的宝贝动物来到外口行打，安尼较透心凉。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再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究竟是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跋山倒树而来，盖伊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什么想吃天鹅肉？练练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那就是龙虾王啊。这个答案，答案是什么？癞蛤蟆。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叔叔，所以你希望我结婚之后就不要回来公庙服务？生小孩照顾小孩啊，他们叔叔就可以抱孙子啊。主角是一位傻瓜糊涂女神探，我们真心社就是在黑暗中保护所有女性的英雄。好像真的有英雄耶！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我杀死你！你是他妈的人吗？犯罪谁呢？后续谁呢？警察先生，他就是那个网红情杀案的凶手，你赶快逮捕他！楼上那个房间，该不会是藏尸的吧？你说呢？本周6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楚克环，不要再靠近我！你靠近我，大家都会受伤。周伟伟，你和楚克环什么关系？车上这个是你吧？你不要忘了，我才是楚太太。小姐，请问你结婚了吗？还楚太太嘞？为什么不敢讲话？楚克环从来就不是我的选择，你要我讲什么？明晚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再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我来到现在3个月了，还是没有晒出眼来。就算今年你晒不出来，你还有明年可以晒啊。我怕没有时间。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小姐，你的心灵。谢谢。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被发现啊？你已经结过婚有老婆了，对吧？我终于找到你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月村欢迎您。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柴犬娜娜神解题，连狗狗也来抢奖金喽！1颗橘子2块，椰子1颗4块，把10块钱花光，有几种买法？是2种还是3种呢？我可以问奈奈吗？可以，娜娜。按1下的话就2种，按2下的话3种。来帮我选一下，按是3种吗？确定？对
3种？是吧？是3种。标准答案。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即将要去考试，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拿到好成绩。叔叔，所以你希望我结婚之后就不要回来公庙服务，生小孩照顾小孩啊，他们叔叔就可以报薪资啊。女主角是一位傻瓜糊涂女神探，女版的索尔模式。我希望你们找一家侦探社体验实习一下。我们侦讯社就是在黑暗中保护所有女性的英雄。好像真的有英雄耶。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羽翼报道。每组2次机会使用棉花糖枪攻击队友，且队友嘴巴的水不能吐出。我跟你讲哦，我会检查你的水哦，所以你不要料想天开，然后把它喝下去。不要异想天开，料想。来，预备。哇塞！玛丽！哇塞！玛丽！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我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再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究竟是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伊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怎么想吃天鹅肉？念念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那就是龙虾王啊。这个答案，答案是什么？癞蛤蟆。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叔叔，所以你希望我结婚之后就不要回来公庙服务，生小孩照顾小孩啊，他们叔叔就可以报薪资啊。女主角是一位傻瓜糊涂女神探。我们侦讯社就是在黑暗中保护所有女性的英雄。好像真的有英雄耶。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羽翼报道。我杀死你！你是他妈的吗？犯罪谁呢？后续谁呢？警察先生，他就是那个网红情杀案的凶手。你赶快逮捕他！楼上那个房间，该不会是藏尸的吧？你说呢？本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楚克环，不要再靠近我！你靠近我，大家都会受伤。是伟伟。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我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再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欧洲透烧风，结果乌克兰6月嘛超过139年来上开热维军的记录。若是动物园或者动物来食冰会当透心凉，民众嘛带宝贝动物做伙来耍水，新闻上要带大做伙来看卖。感谢你收看，我是郭一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伊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哈。什么想吃天鹅肉？练练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啊，那就是龙虾王啊。这个答案，答案是什么？啊，癞蛤蟆。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晚上好，欢迎收看7月4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拒绝验票，男子持刀刺死警察。昨天晚间，54岁的郑姓男子从台南搭乘台铁自强号列车，因为补票的问题跟列车长起了争执。停靠嘉义站时，一名铁路警察上车处理，男子情绪激动，拿出了水果刀朝员警左腹部猛刺。最后虽然众人合力将男子制服，但负伤压制完成任务的员警却因为失血过多，送医抢救仍然不治。喂，不要再救他了！你不要再说这个，那别唱，今天进来，你快有拿刀子来进来！台铁列车上，郑姓男子对着员警大声怒吼，拿刀朝他身上猛刺。我见鬼了，当然了，交代了，你们，我这边看了，等这边后就出来了。男子情绪激动，大声咆哮，员警不顾身上被捅了一刀，奋勇上前近身搏斗。这时，一名站务左理员不顾情势危急，跑上前出拳协助员警逮人。38岁吕姓站务左理员怎么也想不到，才上任2个月就遇上闹事乘客持刀砍伤员警。镜头回到几分钟前，男子情绪早就相当不稳定。员警好说歹说，男子就是不听，激动的连话都说不清，列车长都相当无奈。先上车却没有补票，甚至拒绝验票，才跟列车长及员警爆发激烈冲突。至于被砍伤的员警，左腹大出血，送医后仍旧宣告死亡。是那个人拿刀子吗？尽管被压在地上，郑姓男子依旧大吼大叫，一旁的乘客全都吓得愣在原地。迟到的郑姓男子7点多从台南搭乘台铁自强号152次列车，却不愿意验票，跟列车长及员警发生暴力冲突。最后，其他警力赶到现场支援，将人抓下月台。你要怎么做台铁持刀攻击事件，不幸身亡的员警才刚要满25岁，即使身受刀伤，还是奋力地完成了任务。根据了解，他从警专毕业，以第1名的成绩分派到铁路警察局，在铁路警察局任职5年多，经常受到表扬，却因为这回的勤务断送生命。消息一出，不仅外界惋惜，退休警大教授叶玉兰也po文感叹，他的人生来不及开始就已经结束。加油加油！乘客围观，不断喊着加油，要把感谢全传达给昏迷的员警。只见他制服被掀起，腹部好大一片纱布，不断出血，唇色发白，呼唤也没有回应，虚弱无力，因为他身中一刀，正在与死神拔河。